好，大家好啊！值得高興就係英超阿仙奴終於時隔22年啦，重奪呢個英超冠軍啦。當然有人開心，有人唔開心啦。作為一個阿仙奴 fans，由不敗球季柏金嘅年代喺阿仙奴開始，其實就已經係開始喜愛阿仙奴。當年亦都有人講過，其實如果係喺80年代開始睇波，其實啲人會中意阿仙奴多啲嘅，未經證實啦。喺90年代開始睇波就會中意曼聯多啲，因為曼聯當時嘅七小福開始崛起啦。阿仙奴喺2022年開始嘅時候就開始2002嘅時候就做出一個不敗球季啦，由雲加帶領做出一個當年跨季嘅不敗啦，49場，係一個好經典嘅成就啦。亦都開始因為要開始還債，就造成一個完全開始一個每年賣隊長啊，做出好多話背叛阿仙奴嘅球員啊做出嚟用咗廿幾年嘅時間開始呢個重組阿仙奴，由執教退休之後，由艾馬利啊，跟住再去做到呢個阿迪達，做出一個重建阿仙奴嘅成就出嚟啦。可以做到，竟然係能夠令到阿仙奴時隔22年重奪一個英超冠軍啦。又唔可以話係複製雲加嘅成就啦。但係佢都係另一個絕對係阿仙奴 fans 中意嘅教練。除咗阿迪達由19年開始執教阿仙奴之後咧，用咗19年到而家，其實用咗7年至5年嘅時間啦。其實已經開始可以重整阿仙奴嘅球員啦，帶隊啊，令到可以攞到最漫長嘅冠軍方，亦都係攞翻英超冠軍，打破咗曼城嘅壟斷啦，之前嘅重拾阿仙奴嘅風采啦。我哋又講下阿迪達嘅成就啦。其實佢今年咧已經係成為阿仙奴或者係英超最年輕嘅奪冠領隊嚟嘅。其實佢今年係以44歲就已經係攞到英超冠軍，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成就。雲加當年攞英超冠軍咧係一個老人家，其實而家有咁後生嘅領隊，亦都帶到阿仙奴可以重新執教而攞到英超咧，亦都係非常之值得恭喜。其實佢嘅今季執教阿仙奴咁耐，其實佢亦都係已經超越咗領隊雲加嘅不敗球季，因為佢計翻紀錄，其實佢原來執教咗阿仙奴超過350場。其實當然佢連續幾年都係攞咗亞軍啦，未教嘅時候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嘅勝率到而家為止其實已經係超過60%。亦都係其實已經超過雲加嘅不敗球季超越嗰嘅percent，因為雲加原來睇翻紀錄，其實佢係得57%。其實而家我哋阿迪達嘅領隊其實已經超過60%，非常之難得，都非常之恭喜。喺阿迪達一開教阿仙奴喺19年嘅時候，其實佢係攞到足總杯冠軍。足總杯啊，或者呢啲杯其實就唔係令人好興奮，即係當然除咗曼聯當年話攞3冠王之外咧，其實呢啲本土球季都未係最好令人雀躍啦。當然攞到當然好啦。但係我哋其實亦都係攞冠軍之後，跟住呢幾年開始重建啦，揾球員啊，重整陣容啊，執教。另一方面就係我哋今年亦都係相隔20年再入呢個歐冠決賽啦。我都希望阿仙奴可以攞到第一座歐冠決賽，因為當年我哋20年前就其實殺到去決賽之後輸咗俾巴塞啦。今年我哋對巴黎聖日耳門啦。最緊要就係當然可以，如果奪得雙冠王或者其實攞到第一場英超，真正可以超越咗雲加攞到雙冠王之後，亦都可以攞翻阿仙奴第一座英超啊。希望可以得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未來嘅時候，我相信阿仙奴嘅領隊同埋管教董事會一定會俾一份理想嘅長約阿迪達去繼續執教。唔知佢會唔會好似雲加咁可以執教呢個10幾20年啦？我都希望可以，因為以咁後生嚟講，帶領球隊有咁嘅成就係絕對值得恭喜嘅。當然我哋阿仙奴嘅董事會亦都好好咯，相比熱刺之下，即係熱刺呢個董事會又唔踩啊。雖然去到今季要接近保組嘅階段啦，但係亦都好想而知就係攞冠軍就要炒人啦。亦都令人好費解嘅熱刺嘅管理層。阿仙奴嘅管理會亦都好好啦。
咁啊，再講下今季其實奪冠嘅陣容啦。咁最出名就係當然兩個守門員啦，就係大衛拉耶啦。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卡帕啦。咁呢兩個龍門員亦都係大衛拉耶都係今季英超首套嘅得主撲救最多嘅球員啦。咁啊，喺度絕對係值得支持。喺上一季其實佢都開始未令人太睇好喎。咁但係當然今季都開始完全上力啦，發揮出超乎常嘅水準，救出英超好多必入球啊，做出嚟啦。咁啊，另外就係阿仙奴球員嘅後衞啦，後衞有薩力巴啦、加比爾啦、Ben White 啦、卡利夫奧特啊、天巴啊、新增高啊、軒卡比啊，同埋呢個莫斯克拉啊，同埋基維奧爾啦。咁其實最主要今季好多有傷之後啦，尤其是喺天巴受傷之後啦，同埋薩利巴受傷之後，咁其實亦都係令人好雖然係失波咁，但係最終都係贏到英超，都係值得嘅。咁啊 Ben White 亦都係開始令人狀態啊，同埋開始受傷，亦都係要開始揾啦。咁另一方面，喺天巴受傷期間，Ben White 上陣嘅時候，亦都令人希望，當然亦都好令人失望咧，因為次次都係封唔到啊，救唔到噶嘛，令到佢哋嘅失望啦，亦都加比爾會有啲好突然間嘅失誤，令人失波，球隊失波。咁當然亦都希望可以改善翻上翻力啦。咁啊，天巴都係後防同埋薩巴個最重要嘅球員啦。咁中場就係當然係我哋今季最主要嘅隊長啦，奧迪哥特啦，咁啊攞翻係英超冠軍杯啦，你見到個片段嘅時候，咁啊另係懷斯啦，懷斯我諗最令人今季同埋上一季最突出嘅就係佢嘅罰球啦，幾場上一季對巴黎聖日耳門嘅罰球啊，都係最令人開心啦。咁啊最緊要係如果係今季佢嘅罰球同呢個奧迪哥特一齊上嘅時候，我相信會令到後防同埋中場會令到幾令人聞風喪膽啊！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後備多數後備上陣嘅美連奴啦。咁美連奴係喺防守進攻方面同埋頭槌方面都幾令人意外驚喜嘅。其實佢幾方面都好突出，比較可以接受。咁另外中場就係蘇門維迪啦，跟住就係內爾高同埋史開利啦，跟住就係法比奧啦。咁其實呢中場都會係仍然有待去進步啦。呢幾個球員，咁跟住前鋒就係當然同埋左翼右翼就係有沙卡啦。咁啊跟住就係約基利斯啦、哈弗斯啦，同埋就係伊薩啊，跟住就係馬天利尼啦、托沙、馬杜克同埋耶穌仔跟住就係伊奧同埋Nelson 啦。咁其實薩卡今年喺多季傷患之後，其實佢個狀態仍然需要一段時間我覺得佢都係未恢復佢狀態。咁尤其是當然有啲人又揾佢同一個當年雲佩斯啊或者洛賓呢啲咁高嘅級數比，咁我覺得佢仍然需要一個成長階段咯。佢雖然係一個英格蘭嘅國腳，咁但係佢喺側邊，如果佢要增強速度同霸入去禁區嘅時候去橫傳咧，就需要仍然有待去進步啦。咁啊，約基利斯亦都係俾人講一個就係佢嘅腳法未去到頂級嘅世界級嘅前鋒水準啦。咁啊，佢亦都係今季嘅其中一個神射手啦。咁我覺得佢雖然佢話你腳法未係好進步，咁但係佢亦都今季開始佢唔去特別去爆你，但係佢開始會拉空隊友啊，拉空到令到創造咗俾隊友機會啦。咁哈弗斯亦都係啦，德國嘅國腳就係佢開始一個你唔可以話佢一個好稱職前鋒，但係當佢把握能力嘅時候，開始比上季都開始比較接近到啦，亦都可以把握到一啲入球嘅機會啦、頭槌啊，同埋一啲唔預佢爆咯，但係你可以頭槌同埋一啲突破嘅時候，佢都可以做到啊。咁啊，當然另一個就係伊薩啦，伊薩今年其實亦都係右翼嘅時候或者左翼嘅時候打緊邊翼，其實佢開始上力啦。咁馬天利尼亦都係馬天利尼就反而而家開始會俾人研究，就話係咪需要賣佢咧？咁要睇翻佢仲有冇幾多進步空間，因為佢喺中路突破嘅時候一定要有人配合，或者如果佢喺中路突破唔再有進步咧，就可能要考慮下佢嘅前景。因為佢喺邊路突破嘅時候，如果佢傳中扭唔到去中路咧，就會比較令人失望咧，就浪費一啲攻勢啊同埋做啦。
咁當然如果佢係比較速度快，但係如果你淨係得速度快而唔夠腳法就冇用啦。咁另外就係托沙亦都開始有啲年紀係咪有關年紀大嘅關係啦？咁如果托沙佢要突破，亦都係同馬天尼佢嘅速度同一啲比較攻唔到，佢可以攻到但係防嘅時候就會比較欠缺不足，咁所以如果係喺佢進攻嘅時候防守就會令人失誤嘅時候冇人補充嘅咧，就會好多時會後防失波。咁另外就係馬杜克，亦都係今年一個非常之令人意外一亮驚喜嘅球員。咁好多亦都係靠佢去攻入啊、突破啊同埋邊路嘅時候，佢同薩卡如果相比，我相信今年馬杜克嘅狀態絕對係比薩卡高，亦都比馬天尼嚟高唔知幾多倍。咁啊，完全靠佢由邊路去突破啊，扭到去禁區頂啊，好多時射門都係靠佢去進攻啊，或者喺補射階段完全係靠晒佢咯。咁啊，佢打邊路或者前鋒，我都覺得係完全令人可以支持一下。咁啊，耶穌仔加比爾啦，咁耶穌仔亦都係你又唔可以話佢唔差嘅，因為其實佢好多時都係後備上陣啦。咁啊受傷啊同今年關係，咁啊當然喺最後一場佢入波，亦都令人驚喜啦。咁啊，另外兩個前鋒一齊講啦，就係伊森同埋納熱威Nelson 啦。咁兩個都係後生，仍然需要去進步啦。咁啊，當然係希望可以繼續去前途留喺阿仙奴嘅方面都係更加支持啦。咁啊，暫時再大家睇下呢啲片段啦。咁啊，暫時係講到今季嘅英超片段係咁多啦。咁啊，我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阿仙奴，咁亦都希望阿仙奴可以喺繼續努力，可以攞到第一座歐冠啦。咁啊，多謝支持，拜拜。